还真有雕玉人。去试试。这也可以。若先生无法离开龙虎山，也有个法子。徐凤年一行应该会路过龙虎山看他的弟弟徐龙象，到时我设法把他引到此处，请先生动手。我也未必就能赢得了这李存刚。现神当真如此可怕？更何况这徐凤年不能死。黎阳朝经不起北凉之乱。徐凤年锋芒暗藏，绝非纨绔之辈。若他接手北凉，也是大患。不杀他，但可以毁了他。先生何意？你看，那有一块石头，翻开。翻开看看。无数生平记事，这有什么用？要想让人被我的功法所控制，最重要的就是乱其心神。你刚才被这传国玉玺所震慑，才会这么快的入梦。因为在你心里，最重要就是皇权。而徐凤年呢，他的生平所事我也都看过，从细节中不难发现，吴素在他心中弥足珍贵。所以这本册子最容易使徐凤年心神紊乱。光有文字还不够，在某些纸页上还有别样的图形花纹。我这功法未必一定要我亲自去施展，通过图形，一样能够悄无声息地影响人的内心情绪。为什么我看着没什么感觉？这个呀，是专为徐凤年准备的，别人看了不碍事儿。是针对艺人。要了解一个人的生平细节，才能做成对他有效的图形花纹，暗中调控他的情绪。看了这个，徐凤年就能做噩梦？不，是要让他陷入回忆，他会梦见自己心中最想见的人。做个梦，又能怎样？我要斩灭他心中的无素。之前那一页正好提到了当年京城一战，这消息对徐凤年很重要，也是他心底里最乱的时候。此刻，突然看到这张图，会让他深深地印在脑海中。之后呢？之后入梦，这图中的天龙会在他心中闪现，占据他心底的依靠。换句话说，我要让吴素在他眼前再死一遍。除非他心智超群，否则徐凤年必定崩溃。说不好，他还会变成一个疯子，一个废了的徐凤年，成为北凉下一代主人。这对皇族来说，不是最好的结果。如果他的心智超群，这种人世上万中无一。徐凤年，他没这资格。先生早就在准备这一切。就算是终老山间，我也终究是寻赵啊。
我这就出山，把这份大礼送到徐凤年手上。若是徐凤年能够熬过这一关，就把他带来此处吧。世子，世子，世子，您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就是刚才恍惚了一下。哦，你觉得这幅画什么意思？这画和这文字并没有什么关系啊。你看这幅画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？就是一幅普通的画。没什么，先往下看吧。又是你！那木盒子，你给他的？我若回答你，你让我上去吗？上来杀他？不然我费这么大的力做什么？不行。阳城人多眼杂，我不和你出手，但在这儿可不一样。我最后劝你一遍，我们可以合作杀徐凤年。哦。不好。凤娘，做人要讲道理啊！从内容上看，这里收集了不少证人证词。那一晚，王先知确实在京城。证词未必是真的。这里边提到的人大多还活着，想询问一下真假并不难。我觉得，他说的是真的。就算王先知当时在京城，也未必是他出手。说实话，王妃当时虽然剑法神通，可王先知真要出手，他不可能活出京城。但至少说明王先知跟此事有关。这个木盒的突然出现，应该就是要你这么想。我明白，我这一行就是要去武帝城，到时候我看了这个心绪大乱，到时候直接对王先知出手，这借刀杀人的把戏就得逞了。世子，世子明白就好。可这毕竟是找到一点线索，这么多年了，真相终于浮出一点来了。我保护黄满儿，保护大姐二姐，就是因为我答应我娘，我要替她守住这个家。我心里边我娘一直还在，她一直看着我呢。不能让我娘失望，我一定要找出害她的那个凶手。世子，我没事，我就是好不容易找到线索，心里有点乱。北爷放心，我不会做傻事儿，也不会冲动。你就让我一个人坐会儿，我好好想想前因后果。有什么需要，你随时叫我。好。
这龙怎么没了？李前辈，魏爷爷。
过天门者则可凌驾众生，可我偏偏不服。不服天道能定人生，不服命运无法抗争，不服人无法胜天，不服天人便是仙神。我有我手中剑，展开天门。就算古今神魔皆临凡尘，我李淳罡皆以一剑斩之。斩去天命，斩去枷锁。我有这不屈在手，便可斩去一切彷徨无措，斩去心中畏惧阴霾。去你的天道！我有一刀，可斩天龙。我有一刀，可斩天人。是梦啊！没想到吧？喂，还不叫人救你？你受伤了？在悬崖上跟人打了一架，问题不大。悬崖上人很多。嗯，多，都是来杀你的。你挺抢手啊。打伤你的人呢？下去了。
最麻烦的就是遇上疯子。希望赵皇上前辈说的都是真的。天都亮了，白打一晚上。走，吃早饭去。你还不叫人救你？我真杀你了！太阳要出来了。再过一会儿，会很好看。要不我们一起赏个景，再搏命吧。行啊。是很好看。你怎么哭了？我梦见我娘了。她很好看吧？你这么好看，你娘一定也好看。这么多年，其实我一直不相信他已经走了。我一直觉得他活在我心里。其实是我在骗我自己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他在梦里跟我告别了，他走了，早就走了。只是我到现在才承认这一点。你在梦里跟他告别了吗？没来得及。今天的景色是很美，看在美景的份上，不杀你了。你为什么一定要杀我？我不相信你就为了千两黄金。再见。来得及的。你说什么？说再见啊！只要你说出口，想听的人就一定会听见。娘，陛下召你进宫。哎呦，陛下召你进宫。我再睡会儿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他这时候招我进什么宫啊？扬州急报，你儿子在阳城遇到曹长青了。天下前三。你儿子的侍女是西楚公主，这事儿你知道吧？知道。知道你还把西楚公主养在府里，让公主当侍女，这才显得咱北凉霸气。曹长青认出了西楚公主，对你儿子出手了。哎呀，那不是还有这个李淳刚呢吗？李淳刚和曹长青交手一招，未分胜负。临走的时候传下话，要重回蜀地。你家那侍女将是女王。让女王当侍女，
这回他威风大了，还威风呢。从各方面查证来看，那个叫江泥的从小就尝试要刺杀徐凤年，看来仇深似海呀。哎，我儿子呀，命里有桃花劫，女人都恨他。你想明白了没有？新一代楚国女王要杀徐凤年。哎呀，这回我终于可以睡一个踏实觉喽！哎呦，你还真睡啊，徐骁！哎呦，别嚷嚷，来来来，一块跟我个躺会儿，躺会儿啊！哎呦。起风了，有问题？江泥，小声些。是曹长青引起风沙，是我让齐少叔叔掩人耳目，我才能偷偷溜回来。我还以为曹长青不会让你。如果你遇到危险，有江离在你身边，曹长青才能可能出手救人，懂吗？我是回来要钱的。当你侍女这么多年，我要走了，你总得给点安家费吧？等你真走了，就给你。我跟齐少叔叔说好了，等你平安离开龙虎山，我就真要去西蜀了。不过，齐少叔叔也说了，我们在西蜀对北凉是好事。我宁愿你留下来。留下来被你使唤吗？好啦，你留意着点，除了身边最信任的人，你可别让别人知道我又回来了。于有为呢？他在齐少叔叔身边，齐少叔叔说，要把西楚各路义士都给他交代清楚，以后他就是我的直属女官了。殿下没被发现吧？如果杀了徐凤年会怎么样？好好的为什么要杀徐凤年？公主要走自己的路，就不能有情感羁绊。孤家寡人，才能成帝王之业。胡扯！我说错话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知道了，那就不杀徐凤年。有李春刚在，杀不了。徐骁，此时陛下让你进宫，你儿子世袭罔替的事儿，他就有结果了。你弄出一个无视君恩的样子，这做什么呀？我什么也不想做。他让我在这儿闲置了这么多天，我还不能让他等会儿。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哎，你怎么就看不明白呢？啊？现在我表现得越狂悖，那陛下就越放心。好，好，好，全都是你的理。你要是再不去啊，宫里的马车全堵你门口了。哎，怎么又躺下了？对，也不能太过了啊。那咱们就去宫里走一趟。哎呀，好好的。着什么急？你被人设计，陷入了梦，谁干的？问题就出在这儿，我想不出来谁有这手段。你看我干什么？他是笨蛋，又不算真的闯过江湖，对功法手段不了解也正常。那你呢？你可是剑神，你也没头绪。我在天朝廷底下躲了这么多年，这些年来江湖上多了哪些高手，我哪知道呀？那我晚点去问齐兆叔叔。那女刺客呢？当时为什么不动手？我总觉得他的目的未必是杀我。
现在回头想想，那2次重伤，真的是害我吗？那次之后，我破而后立，把真气强行吸收，将大黄铜推至4重。再之后，就是阳城。要说呢，祸福相依，这伤啊也算来得及时。在阳城，我杀琉璃亭本该会有后患，但偏偏这次刺杀让卢家进退两难，反而借伤势将危机化解于无形。这2次刺杀，带给我的都是好处。所以你认为他是在帮你？今天日出之前是他杀我最佳时机，但他却没有动手。难不成又是许萧的布局啊？不知道啊。经过这次东行，我觉得自己越来越看不透许萧了。这张宰府来得早啊！还有人来吗？陛下还招了大将军顾建堂入宫，无奈顾将军旧伤复发，今日来不了了。哼哼，这胆小如鼠之人自然不敢来见我啊！春秋国战，4大名将顾建堂与上柱国齐名。黎阳一统后，上柱国盘踞北凉，画地为王，而顾建堂抛下布局，孤身入京，为天下事，静心激励。蜀中蜀间，天下人自有公论。自然是顾建堂这阴损之祸，才是最终。所以，顾建堂或许才是接手北凉的最好人选。他接手北凉，那陛下能放心吗？请勿妄议君王。啊，不说了。陛下人呢？是他找我来的，怎么不露面？陛下身体不适，就不见上柱国了。那招我进宫作甚？陛下口谕，要问上柱国，北凉保住世袭罔替，世子继承了北凉王位，还想不想上柱国一职？买卖嘛，有得有失，啊，哈哈，我懂。你懂什么？臣年迈昏昧，不堪重任，明日就上书，请辞上柱国之位。好，陛下说了，就不要接旨那一套繁琐的事了。王爷既然请辞上柱国，那北凉王位自然该世袭罔替。下一任北凉旗还是姓徐。这是朝堂，真当是商贾交易吗？宰辅息怒，陛下说了，北莽虎视眈眈，楚人又蠢蠢欲动，可谓是危机四伏啊！还需北凉镇守天下，为国解忧呢。北凉世袭罔替，
未来终是祸端。臣请见陛下。陛下不是，就不见了。还有啊，陛下说了，今日之事特地请张宰辅做个见证，日后朝堂之上，希望不要有人对此事妄加评论。悠悠众口，堵得住吗？旁人堵不住，张宰辅自然无妨。看来在陛下心里啊，张宰辅一人就可以震慑百官，如此重信，让人羡慕。臣殚精竭虑，一心只为黎阳盛世，私心天地可照。宰辅放心，你这话我定会禀于陛下。韩胜轩，今后北凉还是姓徐，你怎么想啊？难为王爷啊，还记得我这贱名。至于北凉姓什么，那是朝堂政事，我怎敢多嘴啊？人人都叫你韩雕嗣，啊，这叫多了，韩生轩是你的本名，可别忘了。小人起于微末，自不敢忘。人嘛，一呢，不能忘本；二，就是不能僭越，啊。王爷教诲，谨记于心。世袭罔替，世袭罔替，阻拦的人还真不少啊！最后成了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。好了，回我的北凉了。陛下，果然把世袭罔替给了徐骁。那徐骁拿什么还？请辞上柱国。上柱国一职虽然荣耀，却无实权。西楚正闹得欢，陛下自然希望北凉安稳。可这是养虎为患呐。顾建堂呢？他没有说话。顾建堂也称病不出。难道顾建堂打算一辈子就留在京城吗？陛下应该会把上柱国给他。陛下不愿意放顾建堂出京城，也是怕鱼入深海。那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徐家世世代代统领北凉吗？陛下给了世袭罔替，不代表徐凤年就能活到那一天。龙虎四大天师，唯有你赵丹平，常年留在京城，这些年斋教青词写了不少。还没写腻吗？朝廷安稳，龙虎山才有前景。徐凤年接任北凉，对天下、对龙虎都不是好事。你要我回龙虎山，杀徐凤年？龙虎山4天使。赵熙团，你弟弟的师傅，应该对你能留几分情面。脾气最糟的赵丹平，常年在京城被称为青瓷学士，这么多年没回龙虎山，应该也不用担心他。所以你要留意的呢，也就是辈分最高的赵希义，还有如今天师府掌门、道门领袖第1人赵丹霞。
就这2个已经够可怕了。徐凤年是北凉世子，真杀了他，徐骁就敢马踏龙虎山。你可以不用亲自动手，但他必须得死。这件事关系到黎阳朝未来的国运。你们龙虎山，这里是什么？徐凤年是你刺伤的，可惜没死啊。真想杀徐凤年，我们完全可以合作。不高兴。如果是为了赏金，我完全不要全都给你。哼，事成之后我加钱给你都行。我不信。那你要怎样？徐凤年是我的猎物，别人不许碰他。姑娘可真霸道。不如动手，姐姐。等他离开阳城，你我各凭手段吧。哎，你还没告诉我盒子里是什么呢？你忍着点儿，苦归苦，每天都得喝。世子，进来。大小姐，怎么了？世子，这几日城中有个传闻，说有场清谈变难，江南名士都会出席。没请卢家？说。是琉璃亭遗孀办的，所有人都请了，独独漏了卢家。他说，卢家家风败坏，没有资格领袖江南文坛，还骂我了吧？在哪儿？报国寺。变难题目是什么？王霸之变。好题目。徐凤年真的会来吗？徐骁此时就在京城。什么？陛下始终没见他。这跟徐凤年有什么关系？你知道徐凤年为什么来江南？来见他那个不知廉耻的姐姐。他是来闯祸的。你放心，报国寺变难，徐凤年一定会出现。世子。明天出城。要走了？青鸟先护你们出去，城外报国寺会合。去烧香？去吵架。进去聊聊。怎么了？别让他们听见。没事，你们在院子里等一下。现在只有我们俩。你还记得我娘过世的那天吗？记得。住在你心里，一直看着你。他
擦干净，别让他看见你哭。你当时告诉我，我娘会住在我心里，所以从那之后我再也没哭过。我试着照顾黄婉儿，这也算常见，补益气血就好了。没法补。什么叫没法补？大姐的气血精力比常人消耗的更快，就好像是一团燃烧的火焰，不会停止，直到燃尽。这不是病，只是她的性命燃得比别人更快，所以投再多的药也补不回来，只会让这团火焰烧得更亮，熄得更快。怎么样？好看吗？这是我最喜欢的医生了。凤年要走，我希望他记得我最好的样子。小姐，你听我说，人力终有时而穷，有些事没办法，那就是没办法，别让他知道。我希望他意气风发地离开江南，好吗？嗯。其实再见到凤年，我真的挺开心的。知道他愿意接手北凉，我也放心了。现在我只希望上天能多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能够亲眼看见凤年成为北凉之主，那就真的没有什么遗憾了。姐不想让我知道，我就假装不知道。要依我的性子，早就把他带回北凉了。但是大姐不行，她觉得她留在江南才能帮到我，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她欢喜。好，姐想要的，我由着她。再找名医，总有希望。只凭医术，怕是无力回天。还有别的可能？李献神成名数十载，未见老态。王仙芝号称天下第二，已近一甲子，依旧如同中年。他们或许有法子。那我去找老童，我跟他说。算了，是我想错了。人家是剑神，又不是医神。嗨，我就是心里有点乱，想着大概在你这儿能理清头绪。怎么了？世子心情不好。世子院里丫鬟众多，但他真正放在心里的，唯有江宁。那你呢？我只是普通侍女，世子待我和其他人并无不同。你对他呢？你这是在担心我会和江泥争？前半生我是死士，现在我是世子侍女，仅此而已。你心里就没喜欢过他？死士没资格动心。你知道曹长青吗20年来，天下武平稳居3甲，有谁又不知道呢？曹长青
武技奇艺双绝，曾是西楚名士。西楚亡国，黎阳一统之后，曾刺杀黎阳朝重臣不下20余人，3次入京，2次杀入皇宫，面对2朝天子。最近的一次，离当朝皇帝只差50步，最后终究没杀成。若不是人猫寒雕寺护驾，那回说不定真让曹长青取了天子首级。就算没有寒雕寺，也会有别的高手。这50步就是天堑。20余年围杀，曹长青安然无恙，天下前3，何等气魄！突然提起他做什么？曹长青为什么要杀皇帝？或许他也有家人和朋友在亡国之战被杀，又或许他心怀故国，想为故人复仇。那又怎么样？若是如此，他或许能护你周全。你要赶我走？我仔细想过，徐骁为了北凉无所不用其极，你的身份或许是他的筹码。所以你就要送我走？只是一说。曹长青行踪不定，哪那么容易遇见？就算遇见了，我也不走。为什么？谁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？或许他是个只会杀人的疯子。曹长青素有曹青衣之名，一袭青衣，雅气风流，怎会是疯子？那万一他保护我要收费呢？我这么穷，我可不走。待在我身边危险。我才不怕，我有神符。你不是借给李前辈了吗？那我也不走，谁知道你又有什么诡计啊？就算要走，我也得先杀了你，才走单行。好，不走。不管徐骁什么谋划，我护着你。到时候还不知道谁护着谁。那咱们说好了，你没杀我，就不离开。我不杀你，你不许死。一言为定。就是。东西搬到后面车上。宁将军，那女刺客恐怕还没死心。这一路，劳烦将军多留心些。知道。怎么穿的这么少？今天不觉着凉。今日报国寺聚集了江南文坛半数才子，想好怎么斗嘴了？真要变难或许不行，捣乱还不容易吗？前辈，要喝不？卢家其他不行，粥熬的不错。不用了。小叔，世子找我。是。一个呢是跟卢先生当面告别，这些日打扰卢家，总要道谢。姻亲之好，不必多礼。还有一个呢，是问卢先生一件事情。请讲。卢家有没有家规？凤年，要是没有，小侄可以帮着想一想。府里有人惹到世子了？我听说这些日子，卢家连下人都对我姐没有好脸色，平日里钱银柴炭各种克扣。若是卢家不方便，我北凉可以每月寄些银子过来，不让卢先生为难。有这事？有，谢谢您对小姐很好，可府里人却没少给我家小姐脸色看。具体是谁？
给我名字。我知错了，我愿意磕头认错的。哎，刘家就没有尊卑不分的下人，从今后更相干。徐之火他名声败坏，说他的又不止我一个。这是你的月钱，走吧。他这是对大小姐不敬啊！要不要我去？世子行事自有准则，别自作主张。当我没说。不管其他人怎么说，你是我卢家的儿媳，再遇到这种事情，直接告诉我。小叔平日对我多有照顾，我心里明白。还有事吗？这是做什么？这么多年，卢先生一直把我姐当做自家人，这情分，徐凤年不敢忘。我们卢家自有家风门规，不用你谢。那小侄就告辞了。我送他出城，稍后便回。稍等。初见面时，晚辈便说过，愿领教剑神的两袖青蛇。世子入住府内，若要动手，没有了待客之道。如今前辈要走，不知晚辈是否有幸与前辈切磋？来吧。现在？不是你想切磋吗？与剑神交手，乃人生幸事。前辈稍待，晚辈沐浴更衣，焚香养剑，这样才能使出最好的剑法，不至于留下遗憾。那你去吧，我等你。喂，还有何事？你这沐浴焚香的得有一会儿吧？是。再给我那碗粥。啊？切日咸淡行不？好。哎，要不先走吧，打完了我就赶上来。我们在城外报国寺等你。等等，前几日才遇刺客，要不今日还是等前辈一起。那是偷袭，如今我们早有防备，和姑娘不会有机会。再说了，报国寺离阳城不远，又是文坛集会，刺杀也不会选现在。便当快开始了，先过去吵架要紧。哎，坐，啊。李前辈呢？咱们先出发，报国寺会合。里面有2只怪物，哦，世子的小虎葵。不咬人，进去吧。别，我就坐这儿。绕北门出城，快马赶往报国寺，撤！
多人啊！往常文坛集会也都这样。寺内清谈乃是雅事，最多带些丫鬟、侍女，其余下人仆役都等在此处，免得扰了文人的闲情雅致。隔道墙就想隔掉人间烟火。文人清谈都这习惯，我们进去吧。稍等一下。这些公子都很有文采的，肯定能听到很多新颖的观点。嗯，是啊。世子，没事吧？一路出城，没人跟踪，可算出城了。你们跟我一块进报国寺，这儿人多眼杂，卢家的人不参与变难，寺里反而安全些。走开。陆公子小姐福源四海，长命百岁。我喜欢这句长命百岁，手伸过来。收好。谢谢。寺里后院池子里有瓜。瓜？寺里准备免费给朱四公子解渴，很甜的，你们去试试。好，谢谢你。走，进去吃瓜。没见徐凤年。就在寺外，我快马加鞭才赶到他之前。那就按咱俩说好的，如果真有西楚余孽在他身边，你杀楚人，我杀徐凤年。等着看结果吧。你用白虎脸的刀切瓜，他又没在。你来。待会儿给他拿2个带回去就行。小姐，太凉了，别吃太多，就这一块，没事的。这还要吗？这有什么用？能腌着吃。他不会拿的。那些瓜是给文人雅士准备的，他若拿了会被赶出寺去。他是个可怜的孩子，以乞讨为生，家里还有个瘫痪在床的爷爷。若不是这个孩子，老人家熬不过上个冬天。这寺里的和尚见他可怜，才默许他入寺乞讨。你认识他？我教过他认字。家里都这样了，认字有什么用？读书认字才能名利通识。命运若苦，唯有自救，才有一线生机。你怎么不吃瓜？我也不能吃。他会一直住在你心里，一直看着你。他该静，别让他看见你哭。你当时告诉我，我娘会住在我心里，所以从那之后我再也没哭过。我试着照顾黄婉儿，照顾2个姐姐，替我娘保护她们，这样一家人就不会散。可是最终我还是没做到。大姐嫁来了江南，2姐去了上阴学宫，黄曼儿也被逼去了龙虎山。这一家人还是散了。只要你继任北凉王，
就能把他们接回来。我怕来不及了。什么意思？大姐天天喝药，我有点担心。私下里问了杨城的名医，结果呢？无药可医。小姐，世子都要走了，你的病不跟他说吗？说了也没用。阿乔，帮我把这身衣服换上。到底是什么病？说是气血亏虚。这也算常见，补益气血就好了。没法补。什么叫没法补？大姐的气血精力比常人消耗的更快，就好像是一团燃烧的火焰，不会停止，直到燃尽。这不是病，只是她的性命燃得比别人更快，所以投再多的药也补不回来，只会让这团火焰烧得更亮，熄得更快。怎么样？好看吗？这是我最喜欢的一身了。凤年要走，我希望他记得我最好的样子。小姐，你听我说，人力终有时而穷，有些事没办法，那就是没办法，别让他知道。我希望他意气风发地离开江南，好吗？嗯。其实再见到凤年，我真的挺开心的。知道他愿意接手北凉，我也放心了。现在我只希望上天能多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能够亲眼看见凤年成为北凉之主，那就真的没有什么遗憾了。姐不想让我知道，我就假装不知道。要依我的性子，早就把他带回北凉了。但是大姐不行，她觉得她留在江南才能帮到我，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她欢喜。好，姐想要的，我由着她。再找名医，总有希望。只凭医术，怕是无力回天。还有别的可能？李献神成名数十载，未见老态。王仙芝号称天下第二，已近一甲子，依旧如同中年。他们或许有法子。那我去找老头，我跟他说。算了，是我想错了。人家是剑神，又不是医神。嗨，我就是心里有点乱，想着大概在你这儿能理清头绪。